台湾海峡，台湾海峡已经到了高屏东，台湾尾，过了黄山乡了，过了黄山村了。看，这如果台风的话，海浪很大，很危险的。水色不一样呢，水的海水颜色不一样，你看，浊到青，到蓝到，远方好像有点高起来，地球圆的呢，地球圆的。海边的景观，看海啊，你看离海很近了呢，你看这路离海很近了。海岸走海岸旁边的道路了。你看石头啊，你看小野柳吗？这小野柳，不是吧？还有一个是石头，海边的石头，你看海浪冲打石头，海浪拍打石头，看海，看海你看那个，如果台风的话，海啸的话都很可怕的，浪都很高啊。不要地震，不要海山不要海底火山爆发，不要海啸，海浪不要太高。看台湾海峡，台湾海峡。看台湾海峡，好棒哦！海天共一色，海天共一色。好，海天共一色啊！已经到台湾尾了，台湾南边那边东的黄山乡过后，结果冬天休息站就好了。